返嚟新聞時間，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展星期五開始，有近30組展品，分別喺科學館同埋歷史博物館展出。訪港嘅中國載人航天代表團出席開幕典禮。代表團團長林西強希望香港社會各界更多關注同埋參與國家航天事業。由魏麗碧報導。開幕典禮喺科學館舉行，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中國載人航天代表團團長林西強以及4名航天員出席。1、2、3。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話：國家進行緊載荷專家選拔，香港專家入圍最後階段，代表國家對香港嘅肯定。希望展覽啟發青少年對於航天科技嘅興趣，打好創科基石的根基，努力追尋航天夢。少年太空人體驗營，每年我們挑選大概30名中學生，在暑假期間到北京等地參加航天員的體驗課程。至今已經有超過350名同學先後參與這個計劃。林西強就話：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踏入新征程，期望香港市民關注。通過展示載人航天工程30年的奮鬥歷程，讓廣大香港同胞更多的了解載人航天，參與載人航天，激發公眾崇尚科學、探索未知、追逐夢想的熱情。上親眼見到神舟13號返回艙，可以去到科學館。返回艙仍然保留住進入大氣層嘅燒焦痕跡。科學館亦都有展出其他航天工程成就。想了解航天發展史，就可以去到歷史博物館，可以見到航天員着過嘅航天服，同埋航天員俾香港學生嘅回信。大家如果想成為航天員，可以嚟到展區嘅互動裝置，模擬着住航天服喺太空艙入邊打卡留念。今次展覽係本港歷嚟最長嘅航天展覽，免費入場，由星期5開始，去到下年2月中結束，預計有26萬人次入場。Now TV 記者魏麗碧報導。